付出好时刻，来看阿龙哥，今日用客家吉祥煮么个好食料理哈，阿龙哥来。今日准备的是荆棘酸甜鱼。荆棘酸甜鱼，荆棘就吉祥嘛，哦，哎，吉祥。酸甜鱼哦，酸甜鱼。它甜糖醋鱼不重要。其實啊，有異曲同工之妙啊！因客家吉祥啊，是的啊，吉祥啊，因春前拌埋嘅，白斬雞，誒，蘿蔔斑，誒，春前做得，哦，因你啊吉祥啊，其實都好食，哦，可惜啦，運用比較吉祥啊，來做嘅料理、蝦公嘅料理啊，蝦少，哦，海產的料理啦，蝦少啊，其實你啊酸甜食到邊位 ketchup， 番茄醬，都同我豆漿，長度啊是生木木強用品啦，哦，你下今日阿龍哥教用白做哦，好，來那甜水哈，切小菱形，好小菱形，好，哎，辣椒片，這個片，這個段，好，你擺好，我，哎呀，來鋪啊，哎呀撈啊，我要取菲力，魚菲力，牛腰，一般講菲力เป็น牛腰肉係冇？魚哪裡有腰？你告訴我。你要兩得到菲力。哦。用那刀尖啊，你要挖一下，你要從你要切面。誒，點樣樣嘅嘛？你要燶。哎，你要其實你要特別燶啊，是都好食。好，從你啊。來年。骨頭的邊緣可以削下來，係嘛？哎。哦。安是做得嘞。哦。啊，你要肉。你要係豆而離啊。哦。要來豆，切下來，切過來，開兩百，係嘛？從你啊。哦。用那刀尖。哦，順那個骨頭邊緣哈。來魚片兩個，順那個豬湯。呀，強強來鋪。哦，炸過。哎。哦。有啥功夫啊？那这边斜切哈，好，来錄一下。用米酒，哎，韓國一啲啲嘅鹽嘛，韓國一啲嘅胡椒粉。那時候咧，對切絲係嘛？對切再切片，哎，好，嚟聊來錄一下，全用下來片啊，盡量係菱形啊。哦，就咁樣。哎，好，嚟啊！我先來鋪哈。我用呢番薯粉，好聊啊。來用番薯粉，你是講咩？炸雞排啊？炸雞排咪係太地啊，所以你用兩番薯。炸魚排啊，炸魚片。好，來。一溫度啊，差唔多係170到180哈。用細火炸、大火炸？聽啦，較本嚟先落去啊嘛。嚇，哇，行較小，嚇難用。哦，最好啊，你冇加油未做得？冇嗰個吉醬啊，最緊用嘅你吉醬啊，料甸啊，炒到啲噃。一溫度啊，差唔多係170到180哈。用細火炸、大火炸？而家應該係純慢火啦哈。
让丢落去不知道泡可以，唔是干机啊吼。嗯你看五骨头没有冰落去，嗯哼，莫大爽。来多多少少还有肉啊。嗯好，你尝凉呀。嗯泡到咧进酱对吧？哼，哦，加给点青酱的打牙色，好，没问题啊。讨喜的颜色来了啊。也是功夫啦，老给肉啊，嗯老给啊嗯切一堆堆。嗯，好，我再来。哦，酱哦哈，酱哦。来泡起来装酱哈。嗯，哦，再过来一俩，神，骨头。好来挑哪？让它较本来先落去啊。我调圈哦。啊。我较早就讲，无能逼逼到，咱来讲。好呀，嗯，五骨头啊，来泡一下，等下摆盘的时啊，嗯为下酱。像个日本的沙西米的时候点吼，迄鱼肉烧来，俾我旁，迄鱼骨头下俾我旁边啊，做咩用看吼？呀，嗯，泡下为下酱，该放马下抬的哦。该五骨头啊，用那块的冻起来，也系竹签呐。哦，你要做串烧竹签呐，把它串起来 S 型这样子。嗯，为下酱。渣米。真紧啦，冇盘翻你溜挑溜妹是做得啊，来一开三咪做得啦，冇要紧啦。然后最主要是讲，哎啦，等下用咩摆，因为摆要身体嘅，也系挑妹就好嘅。已經講嘛，台灣已經講嘅，有頭有尾嘛，哦。好你啊，哎，等着，因为今日木豬可能會飽。哦，哎呦。你像用啲番薯粉啊嚟泡啊，為下酥，但過來啊，因為腰啊，未為下強力，哦，未為下強力，你睇下，用醃胡椒粉啊，就是得咧。嗯哼，好，呀，差唔多咧，係咪撩起來？誒，客家莊啊，係冇人滷用嘅鱒魚，哦，實在好啊，鱒魚，你講嘅誒春群散檔嘛，五豐啊、尖石啊，春群每棟都已經學嘅，因為嘛溫泉水，你還有按到鱘龍魚啊，哦，鱘龍嘅動態面咧，係嘅睇你呢個真係動態面咧，嘅膠質啊，跟唔要當腰哦，我哋啊，從日本料理啊，酥酥骨頭，飲到骨頭幫住啪啪啪。好，誒你啊做得咧，也來旅遊。誒，我腳嘛忙車咯，咁嘛，強樣切一片片啊，像你1/3就得咧。那葱花不你切咯。哦。嚟啦，嗱，姜下嚟啊！像你出菜啊，是要夾到一啲嘅廣東嘅料理，好，廣東菜咪比較形體啊，比較菜嘅形體啊比較講究。哦，鬼面出來，再過來是係誒呢配菜啊，也要這種菱形，多冇動力吼。還行，我運用這個，硬切唔落去啦，我擠落去。
我哋啊，口感嘛完全冇共用，你一下奶潮，比較韌，哦，加下車，車，就過來，你啊，要加精油嚟啊！冇我你一量第一時候咧，好，因為那肉拿出來冇，肉拿出來，隔空取物。等下我先來試試哦。你今年生的啊？我切了，那有辦哦，法。我想講拿骨料不來講，聽地方用拿出，然後用隔空取物。哎，你做的隔空取肉，是不是做演員呢？唔是幾多樣啊？啲少年是搞功夫嘅。好，來煎一下。哦，我地方肉聽樣。因為愛用結醬啊，結醬吼，料到一下唔好。哦，故所啊，我會用啲啲嘅，啲料丁、orange 啊，較甜，係嘛？係係甜到。仲啲啊，一滴一滴，哎呦，對，哦，我嘅濃嘅重點嘅安尼。哎呦，按講究哦。既然拍長長啦，你是墨西哥嗰種嘅，嘅膜，你普通啊，你處理好你隻，你是員工福利。哦，按我出嚟做事。來可以漂亮，漂好，然後秀一下，啊？謝謝。過來，拖下麻煩點點啦。好，就過來按嚟嚟佢傾香咯，用到油。鹹菜，鹹菜選擇。係，撈嘅用係卜菜。哦。你共用嗬？誒，你鹹菜呀、卜菜呀，又係菜脯啊，嚟料料嚟炒一下，我行下香。很香。哦，最好啊，你冇加油沒做的，加油是很香啦，冇加油啊，它把它慢慢變它本身的味道，因為佢係用滷味，用滷味啊，它比較暗沉的味道。你一定要再次加熱那種煮湯啊，哦，這樣米時這樣會出來。激活它。誒，好，你看毛媽又辣啦吼，你薑媽，竹筍。因為啊，安尼啊係，係切一碟一碟啊，故所安尼啊，盡量它的配料啊，它配件啊，而且還細碟碟哦，會還醬，你總得要切一碟碟炒嘅嘛，可以睇。我搶就嗰啲風采。好，過來安尼辣椒哦。結醬有落去啊？係，結醬啊，結醬按多就好。辣咧。
好，安尼呢，其實啊，冇用當當，哦，係用嘅結醬啊，其實條結醬啊，外腳未要，上班嘅外腳啦，喺高陽版做，用呢隻 orange 嚟做，其實用嘅金棗、金桔、春卷做的，用藥嚟做結醬，係，你一時用嘅用係檸檬水，哦，係正經冇嘅，安是用，呀，肉嚟嘅拿出來嚟煮。湯、檸檬水，再個用果汁機啊，來去大餅麵，大餅麵安做得咧。哦，湯圓那種安充柳丁果醬，有啲咧長吼，哦，也用啲咧鹽，也唔酸吼，用啲啲湯，哎咪用啲咧蒜絲，因為因為蒜啊，含辣。把胡椒粉，好，吃下鹹淡吼，又酸又鹹，哪條？酸，，OK。湯好，你料啊，你料就好啊吼，你自己冇辦法喺邊啊，料嚟料一下，因為啊你煲到凍醬嘅，唔好食過啊，แล้ว佢用嘅快啊凍邊面啊，咁得啦。好，安全妹，哦。哇塞！安個香菜啊，葱花，而且拿到料比慢嘅蛋糕。比摔的蛋糕。啊，找到家了。不要，透的。啊。哦，什么冻酱的哈？厨师就厨师，煮出来菜就是你。莫讲食得，看得，万事都有先看得的哈。我晓得了。啊，你冇欠醬，冇欠粉哦，蠻好啊。哇，蠻好啊，蠻好。哦，該柳丁皮，好哦。這邊準備嘅係雞醬酸甜魚。唔睇嚟，大家就吃咯。雞醬呢，強用客家料理啊，春前係混物嘅混，條乾、高麗菜，也係豬肉都好食啦。雞醬用嚟做料理啊，什麼很簡單啊，而呢雞醬啊發揚光大，你做得啦。雞醬嚟混物嘅，板條，青菜，豬肉。也係撈去炒，從來這邊用，鹵魚啊，來切一塊塊，來泡過，來炒一啲啲啦，甜椒啦、蔥頭啦、竹筍啊，來炒啊，來攪落去，也係撈去回一下，來煮一下，該米絲啊，我哋講
非常好食啊！荆棘酸甜鱼，葱的、泡菜都油油的，鹹菜切絲絲的，甜椒的、辣椒的、姜麻切角角的，竹筍切短短的，柳丁切皮皮的，魚的骨頭切低後切片片的。魚肉用米酒、鹽、拍胡椒粉滷過，再揾番薯粉、蘿蔔炸到金黃色，添鹹菜、泡菜、姜麻、竹筍、辣椒的、桔醬、鹽、糖、蒜絲、拍胡椒粉炒香後，撒兩邊魚肉、甜椒的、柳丁、鹽絲的、蔥的炒到黏面，用柳丁擺盤，安尼好食的料理做調上酒咯。